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找工作连环骗局啊。最近咱们聊找工作聊就业比较多，关注的也比较多啊。最近这个央视也在进行这个叫反诈宣传。这个央视好像是各个频道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诈揭黑这些骗局。我看他最近播出了一个利用招工然后骗你去做这个医美，然后贷款，叫央视曝光8万月薪工作暗藏医美贷骗局，高薪工作还能免费整容是骗局。也就是你本来是满怀欢喜的满怀信心的去应聘去面试，想找个工作，结局是工作没有找到肯定是没有找到，完了之后你背上了贷款，这是最好的结局。坏一点的结局呢，你不仅背上了贷款还毁容了，但是你明明是去找工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是云南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利用招聘的一个这样的诈骗案，月薪到8万，但是对形象要求比较高，整形后可安排入职，没钱整形也没关系，可以贷款，入职即可报销。很多这个女士就被这样的高薪诚聘好事冲昏了头，贷款2.5万跟招聘方来到整形医院做医美，结束后她被通知还需要经过苛刻的岗前培训，并通过才能入职。直到几天后，她做过整形项目的脸出现状况，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家看这个央视的报道大家看视频。我们来关注招工医美贷骗局，月薪5万到8万元，对形象要求高，整形后可安排入职，没钱整形也没关系，可以贷款，入职即可报销。这样的招聘话术背后，事实上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在云南昆明，就有求职者因为相信了这样的广告信息，落入医美贷的骗局。今年5月，刘女士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份月薪5万至8万元的高薪招聘按摩技师的信息，被这份诱人的待遇所吸引，她投递了简历。很快，她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并前往约定的地点进行面试。然而，对她进行面试的面试官既不看她的简历信息，也不问她的工作经历，只是对她的形象提出了严苛要求。他说我的五官不够好，要调整一下，就是这个工作跟别的工作不一样，是全靠脸吃饭，你要去弄下脸。随后，面试官向刘女士推荐了一家医美机构，并列出了一些需要做的项目内容：打裂纹填充，打了多唇，还有下巴的打尖，还打那个除皱针，总共全部一下是5项。5个项目的费用总计3万5千元。面对高昂的费用，刘女士犹豫了。此时，面试官表示，公司可以帮着垫付1万元，刘女士只需要付2万5千元就可以了。不仅如此，等入职以后，这2万5千元的费用，公司还可以报销。先帮我垫付1万，我到他店里面去上班，这2万5千块钱是公司出。我当时就信了找到工作了还给你免费整。既找到了高薪工作，又可以免费整容，刘女士被这种好事儿冲昏了头脑，随即答应跟随招聘方来到整形医院。进去，然后医生也没问我到底整不整，就直接给我开单子出来的，然后把我的手机拿过去，就给我整了2万5千块钱。那时候我就在犹豫，我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后来他们说都不说，直接给我送到手术台上做。就这样，刘女士稀里糊涂地完成了相关医美项目，同时也背负了2.5万元的贷款。本以为按照要求完成整形后就会顺利入职，没想到却被招聘方告知需要参加岗前培训，通过后才能办理入职手续。培训的项目都是很多人接受不了，有那种不正规的了，说你多付出多得了，怎么的，肯定接受不了他那些东西，你就自己退出嘛，你找他就不认了啥。此时刘女士虽然懊悔，但依旧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直到过了几天后，她做过整形项目的脸出现了状况，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也没反应说我被骗了，是我的嘴巴有点歪，脸还有点肿疼。我去医院里面找他们，然后他们医院里面的负责人就到理我不理我，后来我就报警。刘女士还不知道她并不是唯一的被骗者。今年5月到6月中旬，昆明警方还陆续接到了4起类似的报案。警方梳理之后发现，报案人均为女性求职者，并且都被招聘方推荐到一家医美机构去进行整形。警方分析，
这应该不是巧合。警方经分析研判认为，招聘方与医美机构之间并非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事先通谋，共同实施诈骗犯罪。于是，警方将5起医疗纠纷提及为刑事案件，进行并案侦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也总结了诈骗团伙的套路。首先就是用高额的薪资待遇吸引求职者。首先呢，他们会在网络或者一些自媒体上面发布一些关于高薪招聘的一些信息，以此来吸引求职的一些眼球。一般他们承诺是月工资是在5万到8万元，然后提供助聊、导游、主播等岗位供你选择。一旦求职者被高薪诱惑所吸引，踏入面试环节后，诈骗团伙便开始实施他们的第2步计划。他们选择高档酒店作为面试地点，营造出一种正规且高端的氛围，使求职者放松警惕。随后，再以提升个人形象、增加工作竞争力为借口，诱导求职者前往医美机构进行整形手术。当你同意到下一步的那个步骤时，他们会把你带到医疗机构里面，公司也会跟你讲，先把前期的费用支付了以后，后面你可以获取的更多。在犯罪团伙的巧言令色下，不少求职者落入了圈套。他们相信通过整形手术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获得梦寐以求的高薪工作。而在犯罪嫌疑人的热心帮助下，这些求职者甚至不惜办理贷款来支付高昂的整形费用。会请他们做一些打美容针啊，或者是一些瘦脸针啊，还有一些轻美容的一些项目，价格在2到3万元不等。没有钱的，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去各个小额贷款的平台进行贷款。然而，当求职者完成了贷款和整形手术后，等待他们的并非之前承诺的高薪职位，而是招聘方精心设计的又一道难关——岗前培训。在这个所谓的培训阶段，他们会以各种苛刻的入职条件，让求职者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主动退出，而非意识到被骗，从而降低报警的概率。招工、贷款、整形、诈骗可谓环环相扣，让人防不胜防。技师公司和医美公司他们之间有一种协议，当你把这个贷款贷出来的时候，其实这笔钱已经被2家公司已经分掉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钱贷出来，然后最后让你知难而退，然后完成这个诈骗的闭环。经进一步调查，警方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这个犯罪团伙共有15人，其中10人组成销售团队，包含网络招聘6人、面试官1人、岗前培训2人、对接医美机构1人。另外5人则是由医美机构、面诊师等组成的医疗团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在掌握这个犯罪团伙的犯罪事实后，7月23号，昆明警方迅速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其他6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当天所有的嫌疑人就全部到案，涉案金额有100余万。这个刘女士啊，叫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工作没找到，贷款背上了，脸还给整变形了。我记得啊，这样的骗局啊，我在以前节目也介绍过，这个就是诈骗一条龙。幸好啊，这个刘女士啊，她是脸出问题了，然后她才去报案这样的。如果她脸没出问题，后面恐怕还连环诈骗呢，培训还要收钱呢。培训完了之后还有啊，只要你第一步上钩了，后面是一步一步的落入陷阱。在我看来啊，这个利用找工作进行诈骗，实际上就是利用了现在啊大家比较焦虑、就业难这么个心理，很多人都盼着啊能够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体面的、像样的工作，对吧？他就是抓住了人家这个心理，然后实施诈骗，有针对性的，他对他的这个诈骗对象进行细分。你通过这个警方啊打掉的这个团伙来看，对吧？有多少人专门负责招聘的，有多少人专门负责医美，对吧？还有多少人负责跟这个金融机构对接。他后面还没有啊，还没完，他应该后端啊，随着这个犯罪组织的壮大，他后端恐怕还有培训，还假模假式的给你招聘，说你面试上了，你要再交多少钱入职。这个产业链啊，这个黑产还可以继续往下深挖，还可以不断的延长，直到啊这个找工作的人被榨干净为止，被撸干净为止啊。这种现象啊
恐怕是越来越严重。咱们说来说去，这都是经济不行，这种丑恶的现象啊，这种违法犯罪，它就会越来越猖獗。为什么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啊，因为要想把这个诈骗能够形成闭环，对吧？从他物色上目标上钩，到从目标里口袋里把钱掏出来，这个实际上看上去容易啊，实际上它不容易，要环环相扣，要合情合理，对吧？要抓住这个找工作的人的这个心理，它需要叫万事俱备，各方面条件配合。你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金融，大家应该清楚啊，现在啊，你每天接的5个电话里面，恐怕有2个是让你贷款的。为什么贷款已经唾手可得？不仅是唾手可得啊，简直就是在你眼前晃的，对吧？而且就是贷款，就是让你借钱，对吧？让你打白条，让你什么分期付款，就等等跟金融相关的这种，他就在前面给你设下了陷阱，就是你比如说啊，上任何一个 APP， 对吧？你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把你整到什么分期付款上去了，要么就把你整到什么贷款上去了，要么就是花呗借呗。你一不留神就不知道开了哪个平台的一个什么金融什么支付功能，它处处藏着这种陷阱，把你往那儿引。也就说明啊，现在这种金融这种小额贷是泛滥到它要引你上钩。为什么会出现这现状呢？实际上还是经济不行，经济在下行，经济下行，这个银行啊，大家知道这银行它主要是靠存贷差。现在韭菜玩命的往银行里存钱，但是银行的贷款都贷不出去，对吧？房地产这儿按揭银行不敢给，你给了他就是肉包子打狗啊，有去无回。其他的行业要的钱也少，对吧？你比如说芯片、高科技那玩意儿风险更大，那玩意儿只能靠股权融资，对吧？因为他们有什么资产抵押，就是资产抵押给银行，银行也不敢借给他。就这种公司啊，贷款比较难，但是银行又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他的钱要借出去，而且他的翻倍往出借，他有个乘数效应的，一般都是4倍。就简单的理解啊，就是银行的如果韭菜往他银行里存了1个亿，那他的贷款恐怕要贷4个亿，你说他怎么可能做得到？现在经济在下行，韭菜怎么可能还贷款呢？对吧？经营贷、小额贷，这大家都勒紧裤腰带。所以你看啊，在这种银行的这个贷款压力之下，对吧？他就铤而走险，他就没有办法到处去把那个贷款的门槛设得非常低，而且甚至是，对吧？你一不留神的你就贷上款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过去啊，就10几年前，你要想贷款，那简直你是，对吧？你背景非常强大，你不仅得有实力，你还得有后台，你还得给银行送钱，你才能去贷到款。大家回忆一下啊，过去是不是这样？你想贷款怎么可能呢？你是谁啊？对吧？那个时候想贷款，你得求人，求爷爷告奶奶，得找关系送礼，对吧？给你贷个多少万。你看现在是反过来了，银行压力太大。那在这种业绩 KPI， 对吧？这种考核之下，有很多人恐怕不太这个理解啊。对银行来说，把这钱借给这些个人，你比如说给个人消费贷，还给个人这个按揭贷款，这都算是优质贷款。你给企业贷款呢，那风险很大，对吧？你看，你比如说你给恒大贷款，你就完蛋了。但是给个人贷款，因为咱们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对吧？你就得还，对吧？到死你都得还。所以它相对于这个企业来说，这种贷款都是优质贷款，坏账相对来说比较低，风险可控。所以你看啊，是不是郎有情妾有意，对吧？银行这边就玩命的想往出贷，但是找不到人。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跟你合作，对吧？他当然就不会好好的去审核这个贷款的人到底什么人，你还得起吗？你贷款去干啥？他不可能审核的。所以啊，正因为这个贷款太容易了，所以这个诈骗这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对吧？有人配合啊，如果你贷款还得找人，对吧？还得求爷爷告奶奶，你这诈骗成立不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环节啊。第二个环节就是什么呢？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找工作难。现在，对吧？大学生啊，毕业的是一年比一年多，咱们工作岗位是越来越少，尤其优质岗位越来越少。然后到了35岁，这找工作也更难。到了40岁、45岁，那更是完蛋，对吧？在这种就业难的压力之下，人人都焦虑。如果就业容易的话，你骗子想骗也难，对吧？他骗子市场就小得多，因为大部分很容易，对吧？通过努力就能找到一个正常工作，对吧？骗子的空间呢小得多。那现在找工作难，对吧？大家焦虑，这个时候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的到处乱窜。大家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啊，对吧？找工作的时候那是满怀希望，每一个机会都不想放过，因为你缺工作啊，对吧？你要自己养活自己啊，对吧？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就比较容易啊上当受骗，别人就利用了你这心理，你不就缺工作吗？这个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就业难，越是就业难。第三个
跟咱们就业的人有关系了，跟求职的人。在我看来啊，如果是个大学生被这么骗，情有可原，因为他没有经验，找工作更着急啊。大学刚毕业，对吧？被人这么骗，那叫防不胜防。他社会经验不足，没找过什么工作，也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工作过，不知道所谓的工作是什么意思。但是对这些已经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年的人，如果还上这个当，部分是由于自身原因，就是自己你也得反省。如果你不反省，对吧？那你后面又上不完的当，当都不一样，都在等着你。这是对那些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的人，如果你还上这种当，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对工作过于高估了，对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配得上多少钱一个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这是第一个对吧？有很多人他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是什么经济形势，对吧？一旦说一个月给你5万8万的，那你立马提高警惕对吧？就你的特长，你的能力，你应该值多少钱，而且能花这个钱请你的是什么样的公司，对吧？你心里大概有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招聘，对吧？如果不是在企业在单位，你比如腾讯，你跑到深圳腾讯总部面试，或者你跑到这个腾讯在北京，对吧？那个办公楼里面试，如果人家约你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腾讯的办公地点面试，那你觉得心里要画个问号也就是说你上班的地方要面试你去工作的地方，跟那个企业不在，对吧？不在企业办公的地方，你就得小心。另外一个呢，如果是中介，那你更得小心。高端的人才就是你要一个月5万8万收入这种，甚至你一个月2万的这种月工资2万的，如果是中介找你，那必然是猎头，不可能是普通的中介说你到我这登记一下，然后我给你介绍个2万3万一个月工作，那怎么可能呢？那种中介都只是介绍什么拧螺丝的，就是普通的工作，出苦力的，对吧？所谓的高薪工作，如果中介介入的话，那一般都是猎头，对吧？有猎头的搞法，那个面试也是到人家单位去面试不是到猎头公司去面试，对吧？如果你要到猎头公司面试，你1毛钱不要给他。记住了如果猎头给你打电话，那说明你是个人才。你是人才，你对面试有要求，就是应聘的那个单位谁来跟你面试，什么级别的，完了在哪儿面试，在他们单位面试那才靠谱，如果去别的地方面试那都是扯淡，对吧？然后1分钱不用交。实际上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有些人的这个心理。你已经工作了，对吧？走上社会这么多年了，你还有这种心理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你上当受骗，你交学费是应该的，对吧？你不交一次学费，你后面还有很多学费要交，对吧？这个骗局你侥幸躲过了，你下面还有因为你的心态不对。前几天咱们不是介绍了一个节目吗？对吧？有人假装自己可以帮你，对吧？通过关系送进央企，有人就交钱呢，对吧？给他先是1万，再是3万，再是5万，反正慢慢交，他总有理由跟你要钱。这个骗局可以把你招聘通过关系送进央企，完了之后，为了让这个骗局成立，对吧？他组织面试然后先组织是考试那个考试那都是有档案袋封着的，完了之后上面盖着章的非常正规。得先组织考试，完了之后还有分，然后再组织面试，面试完了之后还给你合同，对吧？那个单位的合同签好了，盖章录用合同，你都已经被人单位录取了，对吧？那你不又得给人交钱吗？这个骗局，对吧？咱们介绍过吧？他那唯一的就是劳动合同上没有入职时间，什么时候入职等通知，最后也是等的人太多了，有一个人发现有问题报警了，警察一介入发现说这是骗局。当然了，你说这个到底是骗局还是说人家真的在运作，对吧？只是时机不成熟，结果让人把它搅了，这个保不齐鬼知道反正警察一介入那肯定是诈骗那你总不能说这个央企真的是搞这个暗箱操作吧，对吧？所以说还是诈骗比较好，定个诈骗吧。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利用了这个求职者的一个心理，想进央企，对吧？想拿高薪5万8万，说来说去就是总想着天上掉馅饼，对吧？这是第3个原因，就是你上当受骗的人自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让人家有机可乘。第4个就是这个社会治理还是有欠缺，对吧？对这种诈骗犯罪分子打击的力度太小，市场监管介入的力度也太小。关于求职这块的这种灰色产业链，这个报道特别多，但是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杜绝呢？这个跟打击力度有很大关系，因为它这个环环相扣的。它这个央视报道的这个你是一眼能看出来一眼假，但是有的它设计的非常巧妙，它是真真假假，有真的有假的混在一起，你让监管没有办法，就是监管的难度加大。那当然了，你看现在监管它也发不下工资，这是工作积极性、工作能力都是大打折扣它没办法应对这个大大小小妖怪。这个招聘用工这个产业链里面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的，这种情况非常多。你比如说招厨师，有很多人学了
厨师啊，跟这个是一样的啊，也是高薪诚聘，对吧？厨师4万块钱一个月，哎，那你想去当厨师，这工资这么高啊，比码农都高啊，那你会厨艺吗？你不会，那你得先培训，完了培训完了之后，他承诺把你送到，比如说啊，知名的这个酒店，比如说海底捞或者是什么全聚德烤鸭等等啊，就是反正是这些知名的酒店，他把前景描绘的非常好，对吧？你在我这儿一面试通过了，然后在我这儿培训完了之后，把你送到那儿去上班，一个月多少钱？他这里面就是打擦边球。哎，你要说他没有送到全聚德吧，人家真送了，对吧？一年送1个的，对吧？你说他没有送到海底捞吧，他真送了，去当服务员吗？你先从服务员干起啊。所以你看这种诈骗就特别多，他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边缘。你不光这种诈骗啊，不光是说这个招工就业这个行业里面，你其他的你比如证券哪个行业没有啊？都是这种打着擦边球，亦正亦邪，你很难管。所以说来说去啊，你就发现咱们中国人呢，喜欢把小聪明那个智商都用在这上面，坑蒙拐骗，投机取巧，喜欢弯道超车，这就是环境，这就是土壤，对吧？把那心思都用在这儿，玩36G。所以啊，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啊，导致的这种招聘用工骗局，还有其他的骗局，估计啊以后会越来越多。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找工作的话，还要擦亮眼睛，不光是找工作啊，其他的方面，对吧？现在啊，这个你指着这个有关部门去管，恐怕效果也不会太好。所以只能靠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啊，或者干别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不能工作没找着，对吧？还背了一屁股债，完了之后还毁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